轩今天从牧师讲到完他祷告完，我就会接。他祷告完，我就会接上行感恩，这个就我来接。好，那我需要说上行感恩吗？没有，你就会上来等了。对，我就会直接带了。好。那这个整个结束之后，你就直接接回应师。好 ，OK。1、2、3，1、2、3，1、2、3。
金敏10号，10号。喂。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什么季节？什么节期？感恩节是听咱的天父上帝带领咱一年又搁要经过，一年的脚步，咱的确有真多感恩的所在，也伫咱的心内献上无比的懊恼。今日感恩节，咱的感恩礼拜就要开始。咱大声来锻炼148首，148首，用懊恼、阳光、尊贵以及关系。咱吟第1节，先吟第1节吼，可能大家较无熟，先吟第1节，吟一遍。来，请。懊恼、阳光、尊贵以及关系，智慧、光亮流传地高万世，一切荣耀归地地上的主，天国宝座满有时伊所有。同尾啊，即座所在吼，天国宝座免了是伊所有，是伊所有。好，来，咱第1节搁唱一遍吼。来，咱第1节搁唱一遍。因为大家无较咧吟吼，所以这首可能较无熟。来，咱搁用第1节。懊恼、阳光、尊贵以及关系，智慧、光亮流传地高万世，一切荣耀归地地上的主，天国宝座免了是伊所有。第4节。地面快乐，头上天高万世，天白跳，当日日降落地，感谢甲阳光我路较尊贵，咱应该当心我路尊贵。咱搁看302首，救主我少年你的时。咱嘅第1节、第3节、甲第5节。救主我少年你的时。地面充满心怀，总是给你
去，搁较甜蜜爱。第三站，忏悔心灵所望的心，人类喜乐的主，主必怜悯对了罪人，切你就的恩赐。第五站，只有耶稣最愿喜乐，最愿保守家大，最愿用更愿主基督，地高永远无衰。请咱闭眼心来礼拜。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谷发生？远怎样互正的发生？主耶和华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恶路发生伫万国的面前。所以，就听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常守伊所吩咐你，甲伊的律例、法度、诫命，就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心神就因为上帝快乐，恁就学乐，感谢耶和华。咱3甲6音圣诗，圣诗148首，圣诗148首，学乐荣光尊贵以及关系，请起立。归地
天的万岁，天北跳，天日日高落地，感谢感恩跟波罗加尊贵，咱应该当心波罗主恩惠，咱千杯茶，咱照耀张手机，波罗有歌，将眼光归地，甘愿受害，是为咱受来做，打鼓我就天做万王的王。阿门。请咱议员徛地，咱要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40篇。启应文40篇，我来刻，大家来印。启应文40篇，主讲：我是阿里法，我是欧米伽。是头一个，是落尾的，是起头，是煞尾。洗清因的衫的人有福气，要互因有权到伫活命的手。搁对这个门入城。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为着这个教会。对恁证明这个事。我是大笔的拳头，阁是伊的护卫。是光光的启明星，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听去的人就讲来，喙焦的人就来，意来的人通白白得到活命的水。干净者的思维讲，对，我紧紧到。阿妹，主耶稣啊，你就来。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万有的上帝，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中收到最好至大的礼物。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得到祝福蒙恩的唯一路径。在这个纪念感恩的日子，我们用感谢与喜乐的心进入圣殿，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要来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你是一切福气的源头，我们真是有福气的人。我们属于你，受你的引导与保护，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无论境遇是好是坏，你都遮盖保护。我们这卑微的生命，活在不完全的人世间，是要用什么来感谢你呢？当我们埋怨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关心时，你却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为自己讲不对的话，或是做不对的事来后悔时，你都了解我们是不完全，来赦免我们。当我们为着工作或是为着家庭在打拼与烦恼的时候，你向我们说，不要为了要吃什么、穿什么来烦恼，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你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主，你留时间给我们，期待我们能由最终悔改转向你。你的爱与公义不离开。主啊，当我们一一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就知道你的恩惠慈爱满满在我们当中。恳求天父上帝，借着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信仰坚定又火热。你的话语教导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的大能力运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让我们一生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圣殿敬拜、赞美、感谢你。求主你也赐下清洁的心，求主赐圣灵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的敬拜成为香香的祭献给你，并蒙得你的悦纳。完全仰望交托，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上帝。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学了一首感谢的祈祷的诗，一首感谢祈祷的诗，是咱带咱斗阵来学了上帝。
首感恩的祈祷，感谢上帝，伫忧闷的中间，互咱平安，感谢上帝。即时，咱来看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伫以赛亚书30章。酒杯的后壁面嘛有，咱来看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咱要读30章18节到22节。我来读，请咱详细来听。耶和华因为安尼要听候，来施恩惠互因，搁因为安尼要起来，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既若听候伊个，拢有福气。恁遮会徛起伫锡安，伫耶路撒冷的百姓啊，恁的确无搁啼哭，主要因为你哀求的声大施恩惠互你。伊听见就要应你，主要互恁伫患难中有饼。伫艰苦中有水，恁的先生无搁闪避，你要亲目看见你的先生。你偏伫左，偏伫右的时，耳孔内要听见有声伫你的后面讲：这就是路，你着行伊。你所雕刻的偶像，用银镶的，用铸造的偶像，用金镀的，你要拍拉三伊。要气杀伊，亲像有的面对伊讲去啊！今天是禾堂礼拜，我用华语再念一遍，我们注意来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住在锡安，居于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必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对不起，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要玷污那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抛弃他们，如抛弃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今仔日的讲道是听候的力量，请伊个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末世的日将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嘈杂的声音，不断的在吞吃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等候的功课。愿上帝的话今天亲自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因着上帝的话，让我们的灵能够苏醒，好叫我们奔跑未来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1年1度的感恩节的主日，感谢上帝在这1年对我们在任何事上面的保守与看顾。我们都知道，绝对不是只有在感恩节这一天才要感谢。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说，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要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问题是，凡事要感恩，不是只是挂在口头上说感恩啊，而是要知道人为什么需要感恩。感恩它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它会带出具体的行动出来。记得牧师有一次在社区分享心灵鸡汤的时候，问长辈说，有没有人要分享感恩的事情？5件，牧师故意开玩笑了，5件，没有人出声。那不然至少1件，大家想了好久，应该都跟魔术妈一样，不好意思，或者是不习惯去分享。然后牧师就对他们说，我们想想，我们今天长辈里面有办法从家里，然后坐了车到建成来上社区的课，代表你健康啊，这你要感恩。牧师也隐隐约约听到在底下的长者说，这也要感恩吗？牧师继续对着长辈说，等一下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共餐的时候，这个也要感恩，代表你身体健康，你才能吃啊。不是每个人现在活着都还可以吃啊。其实牧师相信大家都常存一颗感恩的心，只是我们身处在如今资讯爆炸、价值观混淆的一个世代，我们常常不小心就被世界所影响。我们对许多的事习以为常，我们就会怎么样？无感。我们认为这应该要有的，或者我们认为如今我所拥有的一切是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得来的。好比我们总是觉得晚上睡觉，早上就一定醒得来，这个不是真理哦。太阳绝对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但是我们晚上睡觉不代表你早上一定醒得来。因为我们最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晚上一睡，早上就起不来，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早上起来去上班做任何的事情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者是等一下我们礼拜完之后，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拿出他的秋肉菜，一家一菜，我们可以去吃喝，是自然的。其实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费心去准备去料理。关怀部带领了很多的同工，已经为了这个今天等一下中午的一个飨宴，已经规划准备很久。这个是让我们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的问题。如今因为天灾人祸、战争频传，太多的意外，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可以好好活着，好好吃顿饭吗？享受世上一切的美好，追求自己想要完成的梦想，牧师想其实是很难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第19节。今天的经文牧师会跳着带大家读。好，在我们周报的后面经文19节，请注意去中文。住在锡安、居于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必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以色列这个民族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常常忘记感恩的民族。这让我们看到人性当中的软弱跟无知，以及人性当中的贪婪。以色列可以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可是他们却也是一个不太听话的一群人。我们从以色列救赎的历史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被奴隶哀嚎的时候，上帝怜悯他们，差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旷野。他们得到了自由了，但是他们旷野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很着急。急什么？他们很急着他们自己的想要，他们的需要，他们急着他们自己的需要，而他们不愿意多一些耐心，仰望等候上帝。
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最后这群以色列百姓全部死在旷野。之后我们知道，上帝呼召耶稣亚带领新世代的以色列百姓跨过约旦河到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知道，这群新世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一样很急，他们不愿意等候，他们没有耐心，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随从当地的偶像去拜当地的偶像，而不愿意多一些的顺服、仰望、等候上帝。他们忘记上帝救赎的恩典。今天经文的背景，以色列这个国家此刻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时刻。台湾是吗？现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陷入在内忧外患的时刻，但是他们求救的对象竟然不是上帝，而是他们希望透过很多的金银财宝来拉拢埃及，来对付强大的敌人亚述这个国家。这样的行为伤透了上帝的心。虽然如此，上帝依然怜悯以色列，差派众先知一个一个对他们苦口婆心传讲悔改的信息，呼吁他们要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其他的力量。以赛亚书的作者以赛亚就是在这样的情境底下，他被上帝呼召出来呼吁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悔改。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悦耳的话、舒服的话。过去是这样，在21世纪的现在也是这样。没有人喜欢听牧师讲重的话。大家对过去先知严厉侧耳的声音、真实的话语，甚至我们现在对圣灵提醒的话语，我们常常抗拒不想听。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良药苦口，对我们的病是有帮助的。忠言逆耳也帮助我们的行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就灭亡了。在上帝极大的愤怒底下，以色列以为他们的最大的敌人是亚述。可是这么大的强大的亚述之后，对兴起的巴比伦所灭亡。所以以色列在最后的巴比伦这个国家给他灭亡。我们要以古为镜。有时我们会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如同这群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迷失掉了？我们常常在不经意的当中，我们被世界的价值观影响，被世界的物质所迷惑，被世界许多运作的法则把我们框住了。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基督徒属天的身份。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要追求那永生盼望成为我们的目标，而我们却陷入在哪里？我们却陷入在地上，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情欲，我们看得到我们今生的骄傲、权力、地位，我们被这些困住了。我们忘记，我们是一群与上帝立约的，我们立志要活出基督牺牲奉献的模样的基督徒。当我们在上帝与众人面前誓约受洗之后，我们活着就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活着乃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弟兄姐妹，我们回想我们起初与上帝的关系，你怎么样认识上帝的？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极力的呼求主啊，救我，救我脱离死荫的幽谷，救我脱离我生命当中的难题，救我到安稳的溪水边，成为我坚固的磐石啊！现代人常常是主啊，你救我，让我可以好好的睡一晚。
不用靠安眠药。可是当我们事过境迁，我们忘记了那起初的爱啊！我们常常习惯性将上帝摆放在一边，或者是我们常常将上帝当作只是一个宗教礼仪的一个慰藉。人活在世上，总要有一个信仰，总要有一个宗教吧。突然之间，仿佛我们成为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胸前带个十字架的挂名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和上帝的关系可以似有若无啊。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讲，始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我们常常被肉体的情欲、被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以至于我们在信仰上面跟上帝的关系始终无法再往前跨一步，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生命本质上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仿佛如同这群以色列百姓，你不觉得他们陷入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循环？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与上帝的关系的隔阂渐渐越来越大，离基督的真理越来越远。这不就是21世纪台湾众教会目前所面临到的困境吗？世俗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试问，在这样的情境底下，那群被掳到巴比伦国家被灭亡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盼望在哪里？而处在21世纪，我们的盼望又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20节。今天的经文20节，我们一起来读，用华语来读，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上帝的审判绝不是他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因为上帝始终是怜悯人的上帝，审判只是一个手段，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期望他所爱的子民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练之后，他内心的属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啊，而开始预备走上帝要他走的道路。我们再来读今天的18节，经文18节，请。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所信的上帝，如同路加福音书中浪子比喻故事中的那个父亲，他总是在门口等候他那个浪子回头。上帝在严厉的审判以色列百姓之后，总是带着怜悯又疼惜的心，就好像我们在座每个父母的心是一样的。上帝永远给他的百姓留个机会，如同福音书中那个父亲一直等候浪子能够悔改，回到他身边。上帝一样等候那些被掳他乡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悔改转回，然后专心敬拜上帝。如今上帝的爱一样临到这个世界，圣子耶稣基督为了世人钉在十字架上，早已承担世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他的生命。上帝为他们流血，上帝先为我们每一个人钉在十字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了。当你愿意因着悔改，因着单单的相信受洗，
就可以跟随耶稣的脚步，生命就可以重新得到力量。这等候有双重的意义存在。等候是一种选择，选择依靠上帝，而不是如以色列百姓像依靠拥有战车跟马匹的埃及一样。就好像我们台湾，因为我们不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台湾要依靠身边的列国吗？来帮助我们吗？其实应该不是。等候是一种全然的相信，相信什么？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上帝必有审判，相信上帝必会为我们伸冤，也相信上帝在对我们艰苦的磨难之后，对我们一定有美好的一个安排与计划。而这样信靠等候的力量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渐渐带出一些具体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基督徒你的生命其实应该跟非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会展现不一样信仰的一个生命力。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22节。今天的经文22节，我们用宣告的语气来读22节，请。你要玷污那雕刻偶像手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手镀的金子，你要抛弃他们，如抛弃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牧师20几年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职场上面，我觉得生活就是要靠自己，或者靠一些可以依靠的人事物。我想这个应该也是世界普遍运作的法则。举个例子，信主之前，牧师有事，那在这样有事没事，偶尔会买一个乐透刮刮乐。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买乐透刮刮乐，我心里会这么想：搞不好我会中特奖，我就可以提早退休，或者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在笑，应该有人买乐透刮刮乐。这样这时的我，仿佛将我生命的光景交给谁？刮刮乐是刮运气啊，几率，还有你填的数字啊。我将我生命的光景竟然交给运气、几率跟数字。可是当信主之后，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被拯救了。原本长久以来在我内心的黑暗、恐惧、不安，你就是因为恐惧不安，你才会去买乐透跟刮刮乐嘛。做公益哦，牧师是做公益哦，公益是骗人的啦，做公益哦。因为你的内心有很多的黑暗、恐惧、不安。但是信主之后，我们信主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主耶稣的爱充满了。上帝已经救我们脱离如过往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被奴隶的一个生命啊！我们已经出埃及，从此以后我不再需要买乐透、刮刮乐，依靠那些运气、激励，正是数字。这样信靠上帝的力量，让我在每一次生命转折等候的当中，不再如过往怎么样。在等候当中，其实是最难熬的，不再担忧与害怕，心情不会再高低起伏，反倒经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信心啊！这样的平静跟信心，反倒带领牧师度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难关，让我更坚定怎么样？在信仰上面，我绝对不再走回头路。我更下定决心，要将我跟上帝阻碍我跟上帝的人事物，那些人为的偶像，如垃圾般把它清除掉。
弟兄姐妹也有很多，我牧师不晓得此刻有什么东西阻碍你在跟上帝的中间。你可能一样，每个礼拜有来礼拜，有奉献，有服侍，但是你的内心从来没有敞开过。你不愿意出来做见证，你不愿意跟人分享你的生命当中的软弱、恐惧与黑暗。你总是喜欢展现好的一面给人家看。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我们要抛弃这些偶像，如抛弃那些脏的厨余，这些垃圾之物，把它丢掉。经文说：“去吧，去吧。”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更有力量。去你的吧！这是一个很坚定的口气啊，要将这些丢掉啊。这样多年下来，牧师渐渐不再被金钱所辖制，被世俗观价值带着走。上帝救我脱离了老我对我长期的辖制，让我勇于面对内心的恐惧、内心的软弱、内心的不足。我也渐渐习惯随时依靠上帝，以至于可以常常在等候当中经历上帝今天给我们的最后的一节经文，21节的经文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牧师也希望今天的21节的经文能够成为你们的祝福。来，请你或向左或向右，并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我们的路只有2条路，不是往欲望之城，就是迈向上帝之城来走，绝对没有中间路线。10年前，自从牧师全职受呼召牧会以来，更知道牧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困难。牧会就好像是一条冒险的旅程，要随时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的问题发生。最重要是要如何正确无误带领弟兄姐妹往真理、往耶稣、往上帝之城的这条路来迈进。这样的挑战其实是非常的大，但感谢圣灵在当中的引领，带领我跟志梅牧师。牧会是上帝在牧会，上帝的宣教，上帝带领我们，上帝替我们征战的也是上帝。我跟志梅牧会，我们只是紧紧跟随、等候、顺服上帝的带领，带领我们要往哪一条路来走。最后，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处在转角处，当各方势力、苦难从四面八方重重压过来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很大的重难临近的时候，我们不能同以色列百姓他怎样向外求援啊？我们应该要倚靠上帝啊！我们首先要呼求的是上帝啊！昨天我们参加了慧英长老娘98岁的告别礼拜，是一个很欢喜又很温馨又很不舍的一个场合。在场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到山上的时候，要去绽放灵骨塔的时候，世奇执事世奇的弟弟，其实也是70几岁了。我们到2楼的时候，他就不小心一个门槛就掉下去，就晕倒了，就晕倒了。此刻，志梅牧师带着大家祷告，为他祷告。在一段时间
感谢主，他又可以站起来。他摔倒那一刻，其实牧师也很担心呐。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这个不能动。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求救的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我们要依靠上帝，保持我们的平静跟信心。我们要艰辛的依靠上帝，上帝就会赐下力量，赐下怜悯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除了平常一般的奉献，等一下我们要来举行1年1度的大手牵小手献金献银的行动。我们感谢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礼拜部的同工们帮我们布置的今年真的非常的丰盛，不单只有水果也有萝卜挂彩高丽菜非常的多我想这个会后应该可以大家带回家，是不是？此刻，牧师邀请大家将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来回想这1年当中，我们生命的点点滴滴。我们是否会如同那群不知悔改、感恩的以色列百姓，以为你可以到现在，你可以走到现在，都是靠自己得到？以为很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的。牧师也知道，在这1年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经历病痛的折磨、亲人的离世、职场、家庭种种的问题。但是牧师告诉你，你不是孤单的，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你帮助我们，如当初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感恩上帝的心，因为他们说上帝为他们行的神迹奇事他们欢喜带着祭品，他们大手牵小手，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感谢上帝。我们这样的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1年1度的大手牵小手上行感恩。在上个礼拜，牧师有给大家回家功课，好，相信大家都有想好，这1年来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怎样的感恩。在我们每一排的座椅前面，在放感恩奉献袋的那个亚克力盒里面有4张，每一排都有4张这个感恩卡，一边是有图案的，一边是空白的。那请我们靠走道的弟兄姐妹帮忙发一下，发给同排的弟兄姐妹，然后也有笔。如果没有的，请举手，我们有招待同工可以帮你去递上感恩卡跟原子笔。好，那拿到感恩卡的时候呢，待会儿音乐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牧师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来写感恩事项，可以不用具名，但是你如果想具名也可以。那接着之后，等到书写完毕之后，可以带着我们的感恩卡，带着我们的心，依序来到台前，从右边上，左边下，好，把我们的感恩卡献给我们的神。那也，如果你已经有准备感恩奉献，我们有感恩奉献袋。你也可以把你的奉献跟你的感恩卡一并，好，待会儿一并带到台前，放在这儿。我们奉献，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上帝。那我们现在就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来书写上我们今年的感恩。
已经回到座位上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前面的圣经。已经回到座位上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座位前面的圣经，圣诗121篇到128篇，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牧师在这里朗读，大家可以来听。牧师会用台语读一遍，华语读一遍。圣诗第121首，上起仔的诗。我要夜目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面，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诗篇121篇，上行之诗。我要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应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也请我们有带孩子、有带孙子的家长，可以去4楼、5楼的主日学教室，带着他们也一起来献上感恩。诗篇123篇，上行之诗。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牧师邀请所有已经回到座位上的弟兄姐妹，拿起前面的圣诗，请翻开圣经，请翻开圣经124篇。我们一起翻开圣经124篇。已经完成奉献的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诗篇124篇。翻到124篇，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
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继续来朗读125篇诗篇125篇上行之诗。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继续，我们来朗读诗篇126篇，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再来朗读诗篇127篇，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最后，我们来朗读最后一首上行之诗，诗篇128篇，请。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啊，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是的，当每一次我们在上行感恩的时候，在读这一些上行之诗，真的是甚愿平安归于凡敬畏上帝并爱他的人。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唱回应诗。请咱掀开圣诗302首，圣诗302首。救主，我少念你的时；救主，我少念你的时。请咱起立吟全首。是记你，甲你行起，你必充满心怀，总是记你，甲你行起。
请坐。这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也请同欢来服侍。请起立。请坐。我们来进行公祷，请我们为教会的意向、成全众信徒、万民皆祭司来祷告。我们也愿我们在长久的信仰旅程中，常常通过悔改、祈祷等候上帝的力气。求上帝来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为这个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肢体身体欠安的来祷告。我们为现在在调养身体的陈金子、陈王南、洪甘之、陈德明、刘秋米、庄宝玉、陈丽水、胡义梅、杜昭、陈秀荣、赖胜雄、陈义丽、林以诺、洪英哲、孙兆正、萧辅元，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为复健中的刘慧忠、李碧莲、李美金、李念之、石凯华来祷告。我们也为现在在化疗的黄静茹、陈怡君、李雅娜为他们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我们也为以巴战火难民安置、人道救援，也为我们总统大选的期间，所有台湾公民都能学习公义来祷告。我们也为圣诞节期这各项的事工预备，在忙碌中依然有主的喜乐与平安相随。我们为这来祷告，请我们出声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的带领与照顾，也让我们每天在主你的引领之中平安的度过。主你的恩典都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献上感谢。今天是感恩节，你带领兄弟姐妹到你的跟前来，我们为此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体欠安，心里不平安。主啊，求你都与他们同在，求你的喜乐灌满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的信心不减退，依靠主都不离开。主
救赎在他们身上，你的医治也在他们身上发生。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国家未来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谢谢主。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幸福，因为有你。你赐下信心，除去一切不可能的思想，相信你会应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无论教会的事工、兄弟姐妹的学业、事业，还有家庭的需要，主你都引导祝福。身体欠安的、内心忧伤的，需要你的医治及安慰。你的话语一发出，就要成就我们所求。我们用祷告排列我们的祈求，求你按照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全。这时，我若要用你教阮的祈祷文，安尼三甲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灵亲像伫天灵。你的旨意，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铁触阮入伫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为国关灵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来看周报，我来报告。来看教会消息。本主日是感恩节的主日，咱拄则有进行上行感恩、献心、献银的礼仪。咱有看到小朋友甲士大，咱家己，那我们用很诚心的心意献上我们的感谢卡及我们准备的现金，献给上帝，上帝一定悦纳。求特别是未来的一年，求上帝来眷顾、保守我们。也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再看第二点，本主日有爱餐感谢。我们等一下到楼下去，我们很多人带着自己拿手的秋萝菜，愿主赐福。我们今天的饮食都好好的享受，然后餐后进行呢，我们餐后会进行圣诞节的布置，请各团契留意总务部的公告，我们配合来办理。第三，圣诞节期系列活动，我们预告一下，是12月17日下午4点到5点半，有社区报佳音走访银发族后厝边。那我们邀请会友共襄盛举，然后报告12月24日的行程。上午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是合堂礼拜，我们举行圣礼典，要受洗的，请向牧师报名。那下午2点半呢，有圣诞舞会，由各团契及社区联合欢庆圣诞节，我们邀请福音的亲友来参加。晚上5点半，圣诞晚宴还有摸彩，我们在马来亚餐厅举行，欢迎同住家人及福音亲友一起参加。然后我们有举办摸彩，然后呢有准备的，或我们请交给英英干事。另外，我们圣诞节那一天礼拜完后，我们有简餐完后，我们可以在教会休息。之后我们就举行下午的圣诞舞会。那这是圣诞节大概的行程。那再来呢，我们那个圣诞爱宴的报名就是每个人是300块。那还没有就读国小的，每个人150。这个我们跟去年一样，现在物价上涨，然后我们体念会友，我们就一样收300。那未读国小的一个人150块。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报名
要报名的，我们到楼下去。那另外就是摸彩品，我们以前会收到，就是一般是玩股票拿到的礼物，上面都还有印说什么什么公司竞争啊什么，这个我们不需要。还是说我们放很久，已经都黑黑了或什么的，家里不用的锅碗瓢盆啊，或是一些什么存钱筒、杯子，这个我们也不要，因为假设你摸到这个礼物，我想心情也不大好。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不用包装，可是呢盒子是干净的，或是你有需要包装的，你就拿到教会来，我们会将礼物编号。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圣诞糕，上个礼拜有报告，有大盒的，就是6小块，那是33块；有以前我们拿到的，就是1盒的，那是18块。看你要订哪一种，我们等一下到楼下去登记，就到今天截止。我们今天要截止，不然订会来不及。好，第5点，我们明年的爱餐认线，一个单位是3000块。那还没有认线的，我们可以到楼下去登记，也将钱交给英英。那如果不方便的，我们之后才交。第6，教会我们有准备精美的月历，原则上是1户1个月历哈。那我们请到楼下去领取跟登记。另外，今年度10月份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出来，已经贴在公布栏，我们可以自行去参阅。好，我们来报告团契的消息。12月8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松年团契要参加北中松年部第37届会员大会，地点在艋舺教会。那支起的消息呢？哎呀，我们恭喜翁定信弟兄还有好奇小姐，现在坐在那边，我们请他站起来。哎，他们登记结婚，恭喜你们！我们期待很久，也太高兴了哈！谢谢，愿主祝福你们，结法同心，同蒙主恩，恭喜你们。那奉献报告部分呢，我们自己看，如果有错误的，请跟会计或出纳或干事来说明跟更正。好，这时我们咱来唱上营516首，上营516首，吟诗说牧师教导。一时礼拜又要煞，大家饮食通时煞，水车上上山到尾，望好真可滋味。那日所做着世事，大行教主所教示。属龙共享教法度，家堂满足保护，兼财有时受艰苦，吞弄我苦主教苦，困求天边是恩惠，地着先心大。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恁，靠主听候的力量，前来跑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请坐。灭岛避讳。今天我们庆祝感恩节，一楼备有大家精心制作的餐点，让我们一起用感恩、感谢的心一起来享用。今天好像没有介绍新朋友。